的确，贵州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。苗族、侗族、布依族是贵州的3大少数民族，而苗族是贵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。朋友们呢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这个节目呢，是苗族的一种特技——刀山火海，有请。刀山火海是苗族一门非常传统的特技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。传说在几千年前的族人大迁徙中，族人没有科学文化，因此一旦患上重病无药可医，特请救济师把刀过火才能解救奇难。此特技自古传男不传女，后来为了不让这个特技失传呢，每逢逢年过节或者大喜之日，就会献出特技在此表演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他们的表演是非常的不容易的。就会献出这样的特技。火海也有着一种寓意，寓意着让